議員歐錦新再次就土地批給向行政當局提出書面質詢。陳慧蘭報導。歐錦新指出，雖然現時本澳嘅博彩業已經進入調整期，而政府亦都同各博企之間達成咗有限度發展博彩嘅共識，但係佢認為當局偏重博彩業而低價批地嘅情況似乎未有意停止。佢指出，威尼斯人第5、第6期工程因為金融海嘯而停工，而據悉連同第5、第6期在內嘅有關土地批給並未完成。佢質詢當局，喺政府同各博企之間達成咗有限度發展嘅共識之下，當局係咪仍然繼續以免公開競投嘅方式將價值1000億以上嘅土地批俾威尼斯人？同時，佢又促請當局向公眾交代準備批俾威尼斯人發展嘅土地範圍，以及又係咪包括現時幾乎淹沒嘅影珊瑚。歐錦新又認為，若果當局以免公開競投方式批出土地，應該向公眾交代會收幾多日價金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。